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，故所坚强；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。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，每一個機會都係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人總水長，甘苦來時愛強爽。蒙蒙天啊，风尘打滚心茫通，迎剧冲，腰断丝裂繁华楼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凶数。亚生蒙公，亚生凶公。天地间，共相梦。动两条。哎，唔叫，女係钓久嘅咧，唔好愛用講啦。那兩條，乃屬我嘅土地，很難钓久。哎，表哥，我有一個好東西，比酒。比煙草還較好哦。阿錯，歡迎。聊係咪咯？好，蘇搞。给存。不运动关心你啊，以为俺过来看你。太小子眼不会批房，你查出来吗？有啦，我查的。阿万姨。啊？哦，唔咩，太小子眼不会无嘛批房啊？老福成眼房的，穷用穷用。冇可能啊！眼房的师傅哦是吃过嘞，冇特殊的批房哦是验唔出来啊。你亲好吼，夹夹查出太小子的批房，迄么本人是唔会帮你过。阿弟。阿爸，你有没有？啊？不行了，你这用得很ฝุ่啊！阿爸，我那冇做诶，撩一下啦，好冇？好。做唔得啦，才刚刚出貨，我留佢做聽。唔好做嘅啦！你真係好意，你做乜會冇命
纯啊，走唔得灵啊！阿伯姨，刚刚好冇？经过那条路，下来走啦。搞不会来走，安尼，你就真的跳那屁房的系咪？唔好乱讲啊！俺也冇乱讲。我呐，我今日看到跟南美人同一村，偷偷一说南安讲屁房的事情，跟南美人传了帮成一房的人。原来早就谈到呀，佢冇用送起来，所以小海弟係把要留那個批房本來。咁唔定係梗係留下來。走，你跳緊雙腿，你這樣跪啦！你好沒用嘅，乜嘅事情啊？一村，佢不成一房人，派來跳那批房誒。一村。阿媽，要變我媽個做冇講。咁跳到做乜跳你嘛？我係想聽說阿媽姨啊，其實你阿母，阿媽姨一下就跑，阿母還一路，阿媽姨不平誒，我可能心關注艱苦，我一定要好把這都跟他說阿媽姨啊，阿媽姨你小心啊！捱啲啦！幹嘛？阿幹報馬票？講噶？你唔講話？有乜嘅眼底嘅？嚇？講啊！你唔講？阿媽姨有咩嚟講？你一村啊！啊？阿妹，阿妹。先生，唔係本咁樣嘅。其中托，讓我頭都眼叫真看咯。唉，我一下只有開藥嘅比實11年、31年。
大家老日救出来，佢就唔讲话的。昨晡日佢向伫女方顶来转物，佢讲佢上爱转寄去山峰，还有掠钱，迄暗暝本期的工钱，佢爱硬交本。哎呦，你躺到佢人养风身体，就你佢听说的老到佢好也不平嘅啦。 用乜係弄啊？廿條，迄老佢侵轉來啦！我要條錢捐用嘅公園嘅啊！好啦，冇人急，你先後約佢連下去，聽下好啲嘅，把酒錢轉來，嚇！阿哥，你幾個叫人算知啊？ 你叫佢叫佢啊！劇啊！喂！喂啊！你有啥事啊？喂，講起提示我。喂！這個，做埋來一衝嘢。 你趁佢佛是娘放的事，佢西邊就係娘放嘅人咧。你看清楚，那個年真的買信嘅，結果你們老人搞出來，那下山去報官，講你條拐騙人橋。你說兩個披風，披風本你全部啊！你說兩個披風，披風本你全部啊！你恨不恨就算了，一定係是就用嘅。 就冇可能了。夫人，恭喜你。 准两封一签，都跳到风水千金以下。我也应该去看佢咧。我哋歡迎。你小麥啊！我想到今年，俺死比都塞不從。林峰，道歉當我係死人皮啦。
海，嘛到这个政府，要营业，来204，是都买掉了。我叫啦，该分啦，好。保佑的，我现在出去落去，阿伯，好起来，又较好诶。阿伯，阿伯，哪里来啊？你让叫阿姨啊？阿伯。让我听阿姨好冇？莫表阿姨生日啊！表阿姨生日，我只讲我过日的来出去，莫表阿姨生日，不爱让听阿姨好冇？谢姐夫，想阿姨生日做的戏。
一蕊花，带点爱的情，电水流动，天大地，随风流，情无头。生今世，爱用彩，万那当作水上梦，万那。一蕊花，带点爱的情，爱的母子已经早。你充满爱心，充满爱心啊！我来讲，我没这么该爱心。啊！你充满爱心，充满爱心啊！我来讲，我没这么该爱心。啊！你讲，好呀，冇问题哦，有问题。没事，你插在地啊！插干的。天朝老青条啊！拿条钱就提下没用的事，这会当你老天哟！再开点点哦，再讲，再讲凶哦！爷，我很干啊！你要很大心，大心还是坐在一起嘛没啊？你打！我发现他两边有关系
知哦。你睇，迄罗劈板，好冇？由下當做好嘅落劈板，小腳還冇皮。敲迄罗劈板，唔靠到奶，我都劈得到。你明年都突然到嘅書，也不考嘅書，全都會幫你看睇了。早就看睇咧，有嘅書我唔看幾多。哎，你仲考兩種題圖啊？係啊，我一看到佢，我就會想，呢個世界有幾大，有幾飛離開了，去美國看看啊，唔知有幾好。好啊，嘅我冇去看下去。嗯，願意，係聽說我去看看我部嘅世界。成績耶？黑記。你做乜解啊？叫佢講吧。你唔好去啦，你冇看到你嘅成績很順利哦，你冇去抄記噶。你成績真係係當好嘅，我屋卡就按當嘅，我講乜解都冇講。唔知具體嘅上乜解？我當通咧。你唔判的啊？唔判的就拖記啊。好啊，我拖記，咪拖你啊。慢你們講。通咧，行咧，你想加劈你？春啊，又來了！爺爺，係送茶來噃。平時啊，你幫我送埋茶嚟。下等下去幫爺啊，哪等啊？好賺。喲，甜甜啊，用啲中人咯。一春啊，送茶唔介意愛嘅人用啲中人快啲咯。太太哥，你又有講啊？我哪有亂講咯？唔係送嘅茶來，就係送嘅綠條糖來。甜甜啊，係3萬條誒，佢見到人一春啊，拖咗去做本樣咧。我哋學定定先有嘅喜酒哦。嚟，天空啊，落水哦，夜出梅。偷把皮了，那偷把钱嘞！赶紧健身呗，赶快你哦，赶紧干了。氧气啊，借出来了。别想买啦！阿爸，我啲嘅想啊，你留啲成績同天阿哥講清好冇？啊？我還蠻家嘢，最想做乜嘢啦？阿妹，本來就係啊，我成績希望天阿哥大家都知啊。佢來了研究，佢就要喺鄉下含結婚做嘛。呀，阿用佢發現講出嚟，
事啊都拖到哪去了？因着一模分寸的人。唉，其实娘梯讲的也无唔错啊。哟，是猜哦，你量子学的吼，你迄用板做你个阿妹个啦，难怪啊，要搞出了这么的呢。男太同婚，女太同家呢，你村都唔会也一久了。林峰啊，应该没有本几个名分账错，冇咁嘅事，我陪你讲行吧。呐，行有账啊，那是叫你干嘛喊法了？不过啊，名正言顺啊。本业村呢张名分，也应该嘅啦。阿爸阿妹，今唔着交着迄老爷村子讲钱啊！好啦好啦，你上班紧咯，又免我家人。来，10岁啦，好，多谢。饭哦，外父下煮好咧。用好来说，唔是啦，阮两公婆照顾安多诶，俩几年啊，唔免量啥，老天本爱种，挨妈唔对苦嘛该讲嘢咧。还有，天阴老老鸟诶药都去诶，可是2钱诶。哎，你想，好老天万本量啥诶？唔是按计较啦，上里场迄演大兵出来诶。阮强用啊！来，市长，林峰啊，杜先生，先生，你迄村老挺硬嘛？哎呀，佮两三个年纪是差不多。也到了应该要分家的时间。虽然叶村啊一次就照顾唔到，不过啊，哎呦，阿姨没办法了，不然哦就让佮两三个去穷下了。两叶村就无野学的，看起啊就像一个猫一样的，我其中的心求当然嘛好啊，不过还要看起一个意思。做无勉强佢啊，该当然啦。也哈，秀好懂得个问题的意思。哦。吃茶，吃茶，安子谁？叶春啊，你知道天阴好冇？俺意思是讲，天阴对你好冇？林峰说，贵家人就对俺当好。天阴迄无马人也讲法，不过俺弟佢迄真关心俺的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阿妹，你夹夹闷啊！你也什么呀？我长头发冇？叶春，俺就直接讲了，俺条太监吼，是当关心行败嘅嘢咧。俺林芳说，也希望永久做迄幸福嘅人。佢说吼，伊想很做也心跳。太监吼，是当关心行败嘅人咧。俺林芳说，也希望永久做迄幸福嘅人。佢说吼，伊想很做也心跳。叶春子，你用唔讲法啊？
先生娘，爱做主动做，是讲很唔蒙人的。阿妹，你曾经答应了什么？我无爱。娘，你迄阵有哪会无啊？无，既然做嘛无呀？我无想过去讨本样啊。讲嘅嘛嘅话，你唔中意迄阵就算了，嘛个人都唔想讨本样啊！林峰啊，挨来讲，天啊！唔知道迄阵迄每一个做家嘅什么？既然也不卡就5、6年呢，怎么咁忙走呢？我妹对佢好啊。哦，该迄阵对你啊有好吗？迄阵啊，有啲也不卡。迄报答爷妹对佢嘅恩情啊，所以啊，佢对唔到一家太细就好。佢对林芳好，迄老佢当做阿爸；对田少好，迄老佢当做一家嘅老太。唔过啊，佢对人嘅好，梗是无穷用咯，梗系男女之间嘅好啊。除非啊，人家讲迄阵那只细妹啊，实在懂电脑。也绝对无法度落去行救下，希望吼，我啊是认为啊，应该像一只太人，做太人应该要做嘅事情。本其上名分嘛，名正言顺嚟照顾你一家太岁。迄阵唔伫咧做嘛个啊？哎，对呀，对亚夫啊。天意，有事哈？迄阵，涂先生老爱爸有讲到严用啥的事情。先生娘，没人会讲诶。哦，这就好啊。有一件事情，我听说爱本地。哦。记得几月底杯修法海。记得啦，几拜过后，你就送俺一封信函。这个修法海，你想咩嘅？想咩？你爱中意嘅人，不过你死，你爱开始，迄阵，
像我一定的心机肚，有一个味的，就算能咬人结情，我也无法推弃，唔知么？我用讲，人更加爱的。 包海做的用就输去了，俺要生意，就要送五湖海，就做的嘞。 一寸啊，等下挨我老爸天改翻水给我买，看唔着当转吼。好啊，今日拿2枪的3分半。哦。天意。啊？有咯，半年的啊，有冇插进去？有咩烦恼嘛个啊？ 唔免啦，阮着要水较好擦，唔看按照丝含豆多嘅。其他的水少擦擦。听见嘛？其他事情安来，可以弄了做事。 哦，刚才是迄弄了，等下就莫过来请你了。番薯买下摕去买下东西，买就转移。好。头家。你啊，番薯来拿来。来哦，看麦哦，红吹哦，这是耶哦。来哦，看麦哦，红吹哦。来，看麦哦，公牛看麦哦，这是水哦。买一只公牛啊，这是耶哦。 来哦，红吹哦，红吹哦，买一只公牛啊，做水的哦。来哦，红吹哦，红吹哦，来哦，红吹哦，看卖哦，公牛这做水哦，买一只哦。来哦，看卖哦，公牛啊，买一只红吹哦，红吹哦，做水的哦。水公牛一只袂歹哦。来哦，红吹哦，红吹哦，做水的。 轻松已经在飞，刺撇脚下嘅土地，无想跳摆，无讲故意，假讲摕到单枪弯刀无做事，轻声已经。 在飞。
向上已经在飞，辞别脚下的土地，无想跳板，无讲故事，甲讲铁道单枪我都无出世，天窗挂渡。